高雄的爱河伫市区这段连续4天水拢变色，而且范围有几啊公里长。民众怀疑讲这是去污染气啊，不过环保局到现场监测水质，表示讲这水内面有真侪水草啊伫咧生炭，变色是自然现象，也请市民唔通烦恼。 徛伫爱河之心桥顶对下骹看落去，规个水面变甲赤赤，哪亲像天仙。定定来爱河岸边骑车散步的民众拢有发现。正常有当时啊，哪会敢若像较蓝色，有当时啊像较土色，是有感觉奇怪的，啊，毋过人有咧清呢。水就看起来脏脏的，你在这边运动的人看到水脏脏的和污染的感觉，你当然不舒服。 其实爱河的水变色已经有4天，范围对龙华桥到元景桥这段超过2公里，敢是河水污染？环保局人员顺早嘛有发现，现场检测水质，发现游泳量甲酸碱度拢真悬。用显微镜观察，原来水中有一个叫稳藻的藻类生炭，水才会变色，甲进前的天气有关系。上游的部分呢，由于最近间歇性的一个大雨呢，所造成的非点状的营养盐的部分的排入，还有以及高雄市的日照强烈，以及还有爱河部分的河段的水流呢是比较缓慢。环保局表示，水中藻类生炭致使爱河变色，伫季节高温时定定出现，去年嘛有是自然现象，而且爱河的水质逐年拢有咧改善。记者陈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。